因为未成年要做线工，拢需要经过2个法定代理人签同意书，这头家才会当聘用。不过考虑到一寡家庭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无法度得到爸母的签名。劳动部宣布，即马只要有一位法定代理人签同意书，这未成年的囡仔就会当去做线工啊。 这份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书顶面写着未成年的少年家需要有爸母双方的签名，才会当去做线工。不过，得到一寡青少年因为爸母离婚、同志家庭，也是种种的复杂原因，无法度摕到2位法定代理人的签名，等于安尼就无法度做线工。实务上也看到有未成年，他会因为家庭的因素，可能只能取得一方的同意书，又或者是单亲的儿少，他可能为了打工，那不得已就必须要跟雇主揭露他自己的家庭隐私。根据过去的规定，15岁至18岁做线工需要2个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书甲年岁证明的文件，但是考虑到侪家庭有无同款的问题，劳动部摆是经过专家的讨论，改做只要一个法定代理人同意就会当做线工的工课。另外，根据劳基法，台湾目前囡仔工的年纪是15岁至16岁，有劳团就建议讲劳动部爱修法比较国高，甲囡仔工的年岁提升至18岁，或者少年家通得到法律的保障。 台湾的童工，因为伊伫咧劳基法内底是定15到16岁，那应该是爱提悬到18岁啊。当然，因为伊的工课、伊的受雇的这个状况，伊较容易去互人欺负啦。另外，最近这几冬，常在发生囡仔工伫咧职场受到霸凌、红心拍摄等等的问题，劳团建议劳动部爱加强囡仔工的职场教育，嘛提供因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记者陈阿双、柯斌哲台北报道。